好，咱今仔日呢要来介绍新的部分哈，声韵学、语音学这个声韵学呢，伫英文叫做 phonology 语音学或者 phonetics 这个声韵学这是翻译的有的人嘛叫音韵学有的人叫音韵学所以声韵学、音韵学基本上是同一个可能。是讲迄翻译部分无啥共这个 phonology 甲 phonetics 这两个呢，小可有关系，但是佫小可无啥共这呢拄开始可能会但是过一阵就讲练习一寡这个题目了呢，就讲对这若较有了解了，自然就会豆豆较了解讲这个语音学甲声韵学。这两个差别简单讲呢 ，phonetics 语音学这是咧讲啥呢？针对语言的物理性质的研究这是语音学伫做的语音学伫做的伊较偏重伫即个语言即个声音伊的物理性质的研究。物理性质就是讲，譬如讲咱讲的声调，台语的声调。西好爸比搞到唱落，台语的声调无共，声调无共是啥物原因造成的？譬如讲，君第一声，君第七声，咱台语第一声甲第七声，君，是啥无共？那为语音学 phonetics 角度，咱就去探讨伊物理性质啥物款的物理性质？像讲君，你若用迄个频率的变化 frequency 频率的变化来甲看的时阵呢，君第一声是频率是较悬的频率是较悬的。你若君频率是较低，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较低沉啦。你若是频率较悬，声音听起来较尖譬如讲查某声，相对来讲频率就较悬听起来声音较尖。查甫一般来讲会较低沉小块所以这是为物理性质来看，就讲声调第一声甲第七声，伊的上大的差别就伊的频率 frequency 的差别像这就是为语音学的角度来去探讨除了用语音学的角度来甲探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声韵学的角度来去探讨声韵学呢，伊主要是咧讲。语言声音伊系统性的音韵变化这是声韵学咧探讨的伊系统性的即音韵的变化。譬如讲咱台语第一声君你若甲后壁接一个音节君主即个先君变君主就变调去咧变调第几声变第几声这变调伊规律是安怎像这呢，就是伊系统性的音韵的变化，这种就是声韵学去探讨的这两个小可有关系啦但是佫无完全共款所以呢，这两个呢，咱会做伙来探讨好这个以往呢，若是中文系啦那以往古早中文系伫讲的这个声，因通常一般是讲声韵学中文系古早那传统的拢是讲声韵学拢伫遐讲即个音韵安怎变化古早上古音安怎变中古音安怎变迄音韵的变化，迄是音韵学语音学这是较现代较有的特别是即个你透过仪器咧测量，比如讲透过电脑还是讲一寡声谱图，透过一寡仪器呢咧量咱即个语言伊的即个声音的特质这种是语音学，语音学是较现代较有的若古早像中文系一般拢是基即个声韵学好，咱即摆呢来看觅呢咱来看即个词呢即个词罗马字国语学过嘛来请问即个读做啥？灶骹灶骹灶骹 kitchen灶骹呢伫煮食的所在对无
这是一个语词这是一个语词这个语词呢，咱若甲跳开伊，这个灶骹伊是两个音节构成的，对无？灶骹两个音节咧斗起来音节灶这个音节，若个跳较细呢，咱会当安怎？若个跳较细呢？灶之u 灶有三个音素啦 ，phoneme 音素卡呢卡两个音素，所以伫遮呢拢总有5个音素所以咱今仔要介绍的呢音素呢，这就是新的伫这个咱语音学甲声学内底呢基本的概念就是音素音素这个音素呢 phoneme 英语叫做 phoneme 汉字咱甲号做音翻译做音素这甲咱进前顶礼拜讲的词素有类似的概念啦词素就是词的详细基本的单位嘛会当区别语义的详细语义的单位这音素拄好伊嘛是会当区别语义的上介细的语音单位伊甲词素差别伫音素是语音的单位，词素是语义的单位伊记的是无共，但是伊拢共款拢会当区别语义的上介细会当区别语义的上介细这个这音素呢，像伫遮灶骹伫咱台语内底呢，遮就有5个音素遮拢总有5个音素你若用 IPA 的符号来描写的时阵呢IPA 的国际音标用 IPA 符号来标写的时阵，咱就写做安尼之这个音呢，IPA 是用 TS U 科卡灶卡，然后用这个轻四角形的轻甲轻起来这呢伫 IPA 顶头呢，你若是用 IPA 符号来 transcribe 就转写转写迄个语音的时阵呢，咱都用这种轻这敢若中歌用这种四角形的轻甲轻起来所以你若看到这个符号，这咱伫语言学顶头，伊是有特别意义的毋是无意义的。你袂使用半月形迄种轻，袂当用迄种挂号迄种因为伊这呢，就是爱用这个符号。你只要用这个符号表示内底，这就是拢 IPA 符号。安了解这个时阵呢，像咱来用 IPA 来转写这个 transcript 灶骹这个语词的时阵呢，咱安尼写出来安尼用半月形轻甲轻起来像这种这是 IPA 符号这呢这嘛每一个这拢是一个语音每一个拢是我是一个语音这个语音若符合着这个音素的定义呢，安尼伊这个语音就会变做音素迄个语音嘛会变做音素这个咱顶头这呢，这是用文字的角度这是用文字的角度来书写咱这是用白话字来写灶骹这是白话字的写法下面这是用 IPA 转译转译转写甲迄个声音用 IPA 甲转写做文迄个转做书面的符号转做书面的符号这两个呢小可无啥共，因为下面这是音标的概念嘛这下面这 IPA 是音标的概念，伊毋是要当做文字，伊是音标的概念，伊就是要甲你所有的语音用书面的符号甲记录起来，通好进一步做分析通好进一步做分析。但是顶头这是文字的角度这两个会无啥共，安怎无共，咱等后壁佫介绍较济了，各位豆豆会当理解作为音标甲作为文字，伊的思考角度是会无啥共的这豆豆等后壁介绍了，各位就会当较理解来到目前为止，遮敢有啥问题 ？OK 啦这是音素的基本的概念这个音素呢，咱会当分做两大类啦一个就是 vowels 有人翻做母音还是讲韵母嘛无要紧啦这嘛是翻译的问题啦
母音韵母就是 vowels， 啊 vowels 就是会使单独发音的物件，叫做 vowels， 会通单独发音的，就 vowels， 啊 consonant 就是主音，也是声母，这嘛是翻译主音，也是讲声母，拢会使，啊有诶人嘛翻做辅音啦，辅导的辅音嘛有人安尼翻译啦，所以呢音素咱会分做这两大类，vowels 甲 consonant， 母音甲主音，大概这两大类，拢是这个音素。啊主音呢，伊会叫做主音，意思无老母就无囝啦，简单讲啦，就是讲主音囝袂家己出世啦，袂家己蹛石头孔逼出来啊，一定有老母较会有囝啦，简单讲是安尼啦，所以主音通常伊就是伊无法度单独发的，伊一定爱甲母音夹做伙才发得出来，即种叫主音。当然伊有例外特殊情形啦，迄种呢，迄咱叫做音节化的主音啦。syllabic consonants， 对，音节化的主音，会使咱后壁会佫介绍。反正呢，音素咱就分两大类，音素分两大类 ，vowels 甲 consonant 即两大类，安尼，这应该大家拢，若学过英语，应该这都拢较有概念，这应该无啥物太大的问题，咱即来看咱台语的音节的结构，台语音节的结构，咱即个音节式的目呢，每一个语言伊的特色无啥共啦，咱的台语的音节呢，受到汉字的影响，所以咱甲北京话、甲广东话、客话、越南话，伊的结构拢较像，伊的音节的结构拢较像，咱的音节大概拢差不多是安尼构成的啦，头遮的音节头，英语咱叫做 onset，安尼中文叫辅音啦，中文也叫辅音咱这用台语来讲呢，音节头，叫做 initial 嘛会使英语叫 initial 就音节头，就迄个头遐，一个音节的头过来呢，这叫做韵母这叫韵母rhyme 韵啦韵内底韵内底伊个会当分做三个结构核心核心是上主要的核心啦敢若一个家庭内底核心家长通常的核心传统呢古早拢佫是以查甫的为主当然即摆话查某嘛是会使啦就是讲迄个核心就是讲迄个家庭内底呢，就譬如讲敢若经济重心啦送是上主要，趁上侪钱的即个核心嘛是。就是记即个韵母内底呢，上洪声发音起来上大声迄个物件，伊就叫核心啦。英语叫 nucleus nucleus 伫 nucleus 核心内底呢，甲音节头中央即个呢，咱叫做 glide， 英语叫 glide， 介音啦汉字咱甲翻做介音就是伫核心甲音节头中央。叫做介音glide 中文伊嘛是叫介音啦若是伫韵尾呢这叫尾流，或者是叫韵尾啦若出现这coda就是上尾这个韵母内底尾这个叫尾流大概呢，咱台语啦、北京话啦、客话啦、广东话啦、越南话啦，基本上拢差不多是这个结构差不多这个结构有用过汉字的这语言，差不多这个结果当然用过汉字的内底嘛有例外，韩国话、日本话是例外，因的音节结构甲咱较无共韩国话甲日本话甲咱结构较无共咱这用具体的例来举例啦譬如讲中华的中，中华的中，CHIONG 对无？中咱用白话字来拼中华中华赖和文学家赖和先生伊嘛有一个赖和纪念馆若有机会嘛会当去参观一下中华伊嘛是算早期呢20世纪初期真有名的
提倡新文学的一个作家之一赖和姜化姜呢 ，CHIONG，CH 伫遮就是音节头啦，红色的，伊出现伫音节的头遐，伊的核心就 O 啦，伫遮是 O 啦姜遮是 O 啦，过来尾溜出现伫尾啊，姜伊是尾啊，伫中央呢，即个个介音伊所以姜安尼呢，即个是完整的结构，一个音节内底即4个部分伊拢有即4个部分拢有有的人讲，你若学过白话字呢，你发现讲咱 O 通常拢有一点嘛，伫遮无一点，它会读做 O，你有发现着无？是啥物原因？来，先煞检验一下各位，恁迄台语基础迄门课学了安怎？林辉老师甲半母音的头前学爱读做 O， 半母音的头前，嘿，啥物头前？半母音的头，半音，半母音的头前，嘿，安尼对你后壁简单讲啦即个 O 呢，我平时是单独出现是 O 一点，才读做 O， 若无迄一点的时候读做 A 啦，迄是单独出现的时阵后壁若有韵尾的时阵正确来讲是后壁若出现韵尾的时阵无论你是 NG 还是其他的只要后壁有韵尾的时阵呢，即个时阵迄 O 一点咱就简性简化简化，迄 O 迄一点就毋免出现，共款读做 O。那安尼来看，就是讲咱的 O 有两种的写法，一种是 O 顶头搁一点，另外一个是毋免一点，毋免一点是通常后壁伊若韵尾时就毋免一点啦。简单讲是安尼。为啥咱会要安尼？因为伊当做文字来处理，就是讲伫咱台语内底，你毋免搁特别写一个 O 呢，搁一点才搁 NG 加写的。因为咱台语内底袂讲一个搁一个即个音咱发袂出来，咱就无迄个 ONG 一定是 ON，一定是安尼，袂讲袂有即个音啦，咱台语袂有安尼啦，所以伊就简性。所以文字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拢会尽量甲简化啦，但是你若 IPA 就无共咱拄则讲诶，伫 IPA 内底，你听到啥，就是100%用迄个符号来写，迄个符号写出来代表音就是100%迄个语音啦。所以你若是伫 IPA 内底，你若听 O， 你就是爱用 O 的符号来书写；你若听到 A， 就爱用 A 的符号来书写，安怎但是伫文字就无共所以咱讲过文字的角度甲音频角度无完全共款，文字拢会用简化会简化去好所以呢，即个呢，伫遮呢将这是完整的伊的结构是安尼过来伊顶头佫会踏一个声调，啦这伫语言学伊叫做迄个超音段啦support segmental 啦超音段，就是讲伊即个声调毋是单独存在，伊嘛是爱搭配着人的一般的音段结合做伙就是讲像这呢将即个音节头甲韵尾结合起来，这叫做 segmental 音段啦迄个音段就是声音的段落安尼你安尼甲想就是声音的段落声调一定爱配合韵才有法度，你袂使单独讲我即摆要发迄个第五声，啥物叫做迄个第五声，一定爱有迄个韵譬如讲台，一定爱爱结合做伙变做台你袂使讲我即摆这是第五声尔，第五声伊就袂当单独出现伊一定爱甲韵尾上无爱甲韵尾结合做伙才会当出现所以即种呢无可能单独出现的即种叫超音段啦support segmental 超音段好反正咱台语的声调台语的音节的结构大概是安尼有遮个音节头韵尾结合做伙变做一个音节了，佮踏一个声调起哩安尼，这就变咱台语的即个音节的结构
安遮敢有啥问题 ？OK 啦吼。哦，啊，这呢，咱台语的声调内底，咱台语的音节内底呢，每一个位置会当出现什么款的音啦，哈，主音也好，母音也好呢，伊有一定的规范，啊，台语有台语的规范，越南话有越南话的规范，广东话有广东话的规范，北京话嘛北京话的规范，啊，这就每一个语言有伊的特色，啊。所以像咱台语的音节头呢，伊遮所有的台语主音拢会当出现，台语的18个、17个主音拢会当出现伫遮，啊，遮拢会当出现。过来介音呢，啊，咱遮是用白话字的符号呈现吼，啊，咱会记住，咱即摆加学语言学了呢 ，IP 的个伊有家己的符号，当然 IP 的符号甲白话字嘛足像的啦，哈，但是嘛有一部分少部分的无啥共，啊，这咱较后壁。讲到 IP 的符号了，啊，就会知影哈。伫即个介音内底呢，伊甲 O 即两个，这是咱用白话字书写的时阵哈，这是两个介音，咱台语内底两个介音，啊，啊，过来核心就即六个单母音 A、I、U、A、O、即六个，啊，这是咱台语的核心六个。啊，即六个基本的单母音啦，哈，咱讲单母音嘛是个核心 nucleus 哈。啊，过来，伊的韵尾，啊，伊的韵尾呢，啊，有即几个啊，P、T、K、H， 啊 ，P、T、K、H 即四个，即四个若出现时，表示伊拄啊啥入声啦，咱台语的入声，啊，就是第四声或者是第八声，拢是入声。啊，除了 P、T、K、H 之外呢，过来另外一组 M、N、N、G，M、N、N、G， 啊，这嘛是啊有片音的，啊片音的韵尾，啊这叫片音的韵尾啊。啊，过来 E 甲 U 这两个，伫咱台语嘛会当出现伫韵尾 E、U， 所以伫咱台语内底韵尾就是即几个4加3佮加2，9个。伊的韵尾敢若出现即9个尔，你若韵尾出现着 O 啦，还是即个 W 啦，迄拢毋对。啊，伫咱台语内底，啊，伫台语白话字内底啦，哈，台语白话字内底拼字呢，就是出现即几个尔。啊，过来就是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啊，你若算看这当排列出几种变化，啊，上济就是17。乘2、乘6、乘9，哦，若有人心算较紧，咱加起来偌济，吼，数学老师来，咱感谢数学老师，数学老师，甲咱算看，安尼合起来是偌济？吼，可能真清楚啦，吼，啊，迄就是咱台语的音节有可能的变化，就差不多遐尔。当然，伫实际上，咱的音节会比这较少啦。啊，咱即摆讲这是上理想嘛，啊，排列组合上侪种，就是遐升起来上侪种，但实际上，迄个词做出来了，佮爱真有意义，哦，有意思的意义的，其实佫会减少去啦，啊，它真清晰安尼啦，啊，几清晰迄个音节的数量啊，所以呢，啊，伫咱台语白话字内底呢，啊，基本上就即几个安尼尔，啊，伊会当出现的是安尼啦，啊，所以你中央。一定伫白话字内一定出现 E 甲 O 即两个尔，啊，伫白话字内一定是讲即两个尔，啊，当然你若是用教育部的啦，若是教育部慢落，伊就出现 E 甲 U， 哈，若用英语念是 U 啦，安尼知哈？因为咱即摆这是用白话字符号来呈现，吼，来啊，到目前为止才敢有啥问题？无，啊 ，OK 啦，哈，嘿，啊，所以基本上咱咧学罗马字。学罗马拼音，其实就是学这个排列组合尔。啊，你听啥物音，就用啥物符号甲记起来。啊，你看下伊的拼字是安怎，你就安怎甲念出来，就安尼尔。其实排列组合尔。啊，伊的原理无困难啦，咱了解伊的原理，安尼就诚清楚啊。啊，好啊，这个过来咱来要来讲吼，
啊，要咱来判断即、个哦，才有人算出来啊，吼。这乘起来呢，哦，2000几种，哦，差不多2000几个啦，哦。啊，实际上才千几尔啦。实际上，咱台语真正有意义的迄个排列组合，才千几个尔，哦。好，啊，过来，咱来看安怎来判断 phonemes 啊？phonemes 安怎来判断？哦，啊，咱拄则，咱来讲呢，譬如讲，咱一个语言内底，啊，台语有几个主音，有几个母音，吼，合起来，迄就是 phoneme 嘛，吼。啊，台语有几个 phoneme，哦，还是讲某一个会开始即个语言呢，啊，互你做分析，伊内底有几个即个 phoneme，几个音素，啊，你来去判断，啊，当然，咱即摆学台语真简单啊，罗马字，因为以前的人拢做过研究啊，哈，上早是传教士，啊，拢做过研究，啊，过来语言学家嘛拢做过研究分析，啊，所以你看伫白话内底，伊拢甲分析好好啊，啊，台语头有几个主音，几个母音，大母音几个，啊，复母音几个，啊，基本上咱已经以前人做甲差不多研究，所以即摆咱就直接就编做教材，恁就直接把学起来尔。但是你也甲想讲，今仔日若是即个台语有几个因素，还无人知，啊，要请你来判断，啊，你要安怎判断？你要安怎判断讲伊是一个因素啊，毋是？哦，来，咱先互人叫看觅呢啦，吼。若是要互你来判断，啊，是讲咱即摆新南向，你去越南，吼，啊，越南话，今仔日你若讲派你去遐传教，啊，要叫你设计一套越南话的罗马字的符号，啊，你要安怎设计？啊，你要设计即套符号进前，你爱先知影伊有几个主音，几个母音啊，伊的音素几下啊，对无？安尼你要安怎设计？想看觅呢？所以咱即摆单纯学讲啊，台语有几个主音，几个母音，学足紧的啊，因为人拢研究好啊。但是你也甲想讲，若百几当前传教士因拄来台湾的时阵，拄开始，尤其若是迄第一个吼，为袂晓台语，啊，然后先学台语了，佮甲伊做分析，迄其实我也无简单嘞，迄也无简单，就敢若袂输讲，甲各位即摆等伫越南，互你踮遐呢，啊，你为完全袂晓越南话去学越南话，啊，对向当地人学越南话，学了呢，啊，佮爱佮分析讲因越南话内底有几个母音，几个主音，了佮设计一套罗马字的符号出来，迄其实是大工程啊，就讲也无人分析好势进前，其实是大工程啊。当然你若分析好啊，了就后壁人伫学相对足简单的啊。咱先想看觅，啊，你要安怎判断伊的 phoneme 音素？你要安怎判断？那有人要讲看觅无？你要安怎判断即个伊是独立的音素啊，毋是？有无？有人要讲看觅无？咱敢是有英文老师？英文系应该拢有修过语言学啊。来，英文老师要讲看觅无？敢有？好，无要紧吼。若想无，咱即摆咱来看安怎判断即个 phoneme 啊？安怎判断吼？大声呢 ，minimal pairs 详细对立组，即个概念爱清楚详细对立组这呢嘛是咱未来台语的教材内底定爱运用到，尤其是罗马字的教学内底一定爱用到的，就是详细对立组的即个概念啥物叫做详细对立组呢？英语叫 minimal pairs 咱台语甲翻做详细对立组啦，中文叫最小对立组啦，详细对立组是啥物呢？咱先来举例者咱来讲加卡请问咱台语内底啦咱就用台语做例加点加念着卡对无？
迄个加，啊，咱即个骹，吼，骹行路的骹，请问加甲骹，即两个伫咱台语内底有意思无？确实是有即个意思的吼，加，迄个点啊加，迄个加，念的物件叫加嘛，还是讲交加，即个加呢，伫台语内底确实有即个词，嘛有伊个意思，骹伫咱台语内底嘛确实有即个词，嘛有伊个意思，这基本的原则就是咱用的爱伫即个语言内底真正有即个词的存在啊，这是基本的，你袂使讲啊，凊彩用一个音出，结果其实伫台语内底无迄个意思啊，那安尼就袂使，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讲，一定要有即个意思伫个，这第一个，过来。加甲骹呢，即两个呢，就敢若差伫即个红色遮尔，一个个，一个是可，那个改变详细，用详细的改变，甲改变就会造成个语义的差别。那安尼呢，咱就讲个甲可即两个呢，是互相独立的因素啦。所以咱证明讲，个甲可伫台语内底是两个独立的因素，安尼知吼？就是你若会当找出详细对立组，那安尼，即两个内底差别的迄两个物件，就是互相独立的因素。伫即个例内底呢，因为拄好差伫即个主音嘛，个甲可即两个主音是无共的，所以咱会讲个甲可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安尼，基本的定义做法就是安尼，安尼敢有啥问题？老师，嘿。像咱爱强调讲独立，互相独立，像咱爱互相，爱互相独立，对，即个互相独立意思就是讲呢，加卡伊是正做两个无共的意思啊，伊毋是意思的变体，安怎？伊是两个无共的意思，两个独立的意思啊，你若讲像英语啦，你叫美国人念点迄个加啦，加一定念做卡啦，因为伫英语内底加甲卡呢，对美国人来讲是共款的物件，共款的发音嘛，共一个词所以你甲念即个加卡，对咱来听起来是两个互相独立，独立意思是讲伊是两个语义无共的意思，安尼若无互相独立意思讲伊是共一个意思尔。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呢，你若讲加，个卡呢，伊听起来拢是卡，伊听起来就是拢加一个词尔，伊加甲卡分袂出来，伊加甲卡会分袂出来，所以因为伊分袂出来，所以咱就讲伊毋是独立的，伊是啥？伊是共一个因素的两个变体，共一个因素的两个变体尔，安尼知吼？所以咱就一直强调讲，伊是独立的，因为伊会当形成两个无共语义的语词，所以叫做独立的，安尼，咱即个举一个例，比如该，呆，比如应该的该啦，该人的该，伊嘛有伊个意思啊，你若呆呢？咱讲即个人做好呆的呆，该甲呆呢，伊个语义无共啊，伊嘛是造成两个独立的语词存在对无？该甲呆，伊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所以个甲刀呢，即两个互相嘛是独立的，咱会当证明讲个甲刀即两个伫台语内底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因素。安尼知吼，所以你只要来当找出 minimal pair 详细对立组呢，就是会当证明即两个详细即个语音呢，伊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安尼知吼。过来，咱个举一个例像讲摆，摇摆的摆，过来知。知影的知，摆甲知，咱甲改变一个详细的语音尔，
波甲字即两个啊，伊嘛当造成语义的差别啊。所以咱就讲波、做即两个伫咱台语内底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即两个因素有存在，伊是独立的，安尼。所以你来去抄册，台语内底拢总偌济，你来去测到尾啊，你讲伊就有17个主音，你若包含空声无，你若迄字落空声，若甲包含落去18个所以你来测，你来看，大概就差即几个安尼，你能测出讲，伊的主音头有几个老师，嘿，这个前提是不是说这个声音发出来一定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才算，对不对？当然啦，系啊，所以咱一开始就讲啊，伊一定要伫真实的语言内底真正有迄个词，佮有意思存在的，袂使讲即个音用出来根本就无存在啊，嘿啦，迄个空的你若是人造出来空的，迄个无效，一定是爱真正就是伫即个真实的语言内底真正有存在，你会当找出安尼的情形，你会当证明，像讲起甲曲。伫咱台语内底，你嘛当知嘛，伊甲有，伊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啊，就用安尼来测试安尼敢有啥问题？这就是详细对立组的基本的概念过来，你像讲开甲口嘛是共款就是你要测试的时阵，你要测试音节头。介音、核心还是韵尾拢会使，只要你一改改变一个语音就好你莫一改改变两个语音就是讲你爱用上少的，一改改变上细所以咱讲伊是上细会当区别语义的上介细的语音的单位嘛所以迄个上介细就讲你一改袂使改两个譬如讲你若开遮你甲 AI 甲改做改做其他，比如改做Q 啦KHIU 安尼变做 Q， 甲口伊就无法度形成详细对立组安怎所有的详细对立组就是你一改爱改变详细的语音，迄个语音互你改过，语义就改掉安尼呢，迄就是会当证明讲伊是一个独立的因素是毋是独立因素这真重要咱咧讲台语有17个主音，6个单母音，迄是因为伊拢会当成做独立的因素过来，咱要讲越南话有几个主音，有几个母音，迄嘛是咱拢是算伊的独立的因素你若毋是独立的因素，就袂特别甲算就甲咱声调共款咱学声调，咱即摆讲台语7声调就第6声扣掉啦台语7声调，咱拢是算伊本调，袂算伊的迄种变调去，还是讲就是敢若伫变调情形较出现的譬如讲昂迄种，迄是敢若伫变调的时阵伊才会出现尔，伊袂单独存在所以迄种咱袂甲当做是一个独立的即个声调啦所以这辅音嘛共款。就是伊爱当单独存在，搁去区别语义，迄咱才会算独立的因素的存在若无，迄就是因素的变体尔所以这呢，咱要讲语音学佮声韵学的时阵呢，因素这个概念一定要晓啥物是详细对立组这个概念嘛一定要晓甲因素的变体这嘛真重要，这基本的概念一定拢要晓到遮敢有啥问题？OK 啦过来，咱搁来讲另外一个概念会当区别的形态会当区别的形态即个会当区别的形态是啥呢？这嘛是伫教咱伫判断即个 phoneme 的时阵会用到的技巧之一啦咱譬如讲啦耙练斗的耙耙练斗你看即个东京奥运伊嘛有伫耙练斗的呢
哦，咧做体操的迄啊，哦，足厉害的呢。哦，伊会当伫遐爬练道，翻跟斗，爬练道的趴，即咱读做即个叫做趴，即个读做扒，共扇喙皮，甲扒落去，比如讲咱即个即个拍羽毛球，双打呢，羽毛球呢，甲中国甲扒落去，赢着，咱变第一名，像这呢，拍甲扒，实际上咱台语内底确实真正有即个语义的存在，对无？拍真正有，扒嘛有，所以伊是详细对立组，对无？直接拍甲扒，伊是形成详细对立组，伫遮呢，伊会当形成详细对立组，是啥物原因？是倒一个部分造成伊会当形成详细对立组？来分析看觅呢，是啥物会造成的？有无？要看觅呢？有拍甲扒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咱是有送去无送去的差别。对，真好。送去甲无送去送去呢，英语叫 aspiration 你咧送去的时候，你会较明显发现讲有空气为你的喙喷出来，会加足明显的。你用手摸其实就摸会到啊。拍甲扒，你会当发现拍其实足明显的。你用手你手若麻去，无啥感是你用一张卫生纸，甲放在你面前，拍卫生纸飞较大，较明显的飞起来。你若扒就较无，迄较无遐明显啦像这呢，就是送去所以呢，咱就会讲呢，伫即个台语内底呢，伊的即个 concept 内底啦送去呢，伊是一个会当区别的形态。送去是一个会当区别的形态，意思是讲，伊会当区别，伊是毋是一个独立因素？你有送去甲无送去，会当正做是毋是独立的因素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啦。所以伫咱台语内底呢，伊遮个 stop consonant 呢，就是算是较头前的遮个读音遮个主音呢，伊有送去无送去呢，伊是有分的，会造成伊的语义的差别，也就是会当构成伊是毋是独立的因素。所以咱会讲台语内底有分啦，毋过英语内底无分，即个无分就是无区分毋是分数的分咯伊是台语有区分，英语无区分。的意思是讲，伫英语内底拍甲即个扒呢，对美国人来讲，拢听起来拢共款啦。你若问一般的美国人问因迄寡毋捌受过语言学训的，你若讲拍甲扒有共款无？伊会讲 the same， 伊讲拢共款的因听起来拢共款拍扒，只是一个气较济，一个气较少尔。气济气少因分袂出来，除非伊有受过语言学训练啦，无一般美国人一定讲拢共款拍甲扒就共款所以咱会讲，伫英语内底呢，送去呢，毋是一个区别的形态安尼所以这个概念嘛真重要区别的形态这嘛是咧判断这个 phoneme 内底呢其中一个就是讲，你详细对立组之外呢，你发现因是详细对立组是啥物形态造成的？你搁进一步咧分析伫遮咱就讲送去伫台语内底有分，毋过英语内底无分。这每一个语言拢有伊的特色啦。这咱台语有分，但是有诶物件咱台语嘛无分，但是咱英语有分。或者是讲越南话有分，每一个语言拢无啥共诶特色啦。所以就讲，你遮每一个语言诶特色爱了解有清楚的时，你要学习还是讲要做迄教，就会加较清楚。那按即部分遮敢有啥问题？来，咱再来看搁另外一个例譬如讲，英语内底呢，派甲 spy，伊自动来发音来讲的时阵，放在头前，伊自然就送去但是放伫 s 后壁，自然就无送去
这是自然的行为，伊无意识到的。美国人伊无意识到啊，伊就自然就爱发的啊。啊，你若甲问讲吼，派甲 spy 这两个 P 的发音有共无？一定会讲共款，一定会讲共款。但是对咱台湾人来讲，因为咱的 P 甲 B 是两个独立的音素，你听起来明明就无共啊。所以等于甲你讲啊，拢共款，你一定火气的。讲啊，明明都无共，太讲共款，安尼意思无？啊，所以呢，你若是美国人，若无受过英语教学的训练，无受过语言学的训练的时阵呢，伊甲你讲啊，譬如讲你若凊彩叫一个美国人要来教发音嘛吼，啊你甲迄个老师英语，迄个美国老师问啊，你即两个发音有共款？伊就讲拢共款啊，结果你就发毋着伊啊，你就发毋着啊，其实是无共的啊，啊，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因为 P 甲 B 是无区分的啊，因是共一个音素内底变体尔。只要若是音素变体呢，迄种呢，伫咱潜意识内底，伫咱的潜意识内底，咱感受袂到啦。除非是有受过训练，你才会知影迄个差别啦。吼，安尼有清楚啦吼。啊，过来，咱过来举另外一个例吼，像讲呢，台语内底比赛比吼，东京奥运即摆咧比赛对无？啊，过来食米。食米，米无意米，米甲米呢，伫咱台语内底有存在无？有啊，确实真正有存在，对无？啊，米甲米是两个独立的因素啊，所以伫遮咱证明讲，无甲无是独立的因素，咱台语是独立的，伊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啊，啊，伊差别伫对，落音嘛，无咱叫做清音。无咱叫做落音嘛，无这两个差别所以咱台语内底呢，清落有分所以咱台语有分清音、落音、送去嘛有分啦。所以你若看话语言学的 paper 你讲着台语讲清落送去有区分，原因就是讲这啦。伫咱台语落音甲无落音会当形成无共的语义。送去无送去嘛会当形成无共的语义，所以呢，像即种呢，咱讲咱清落送去，即三个有分的语言，咱台语是安尼啦，即三个拢有分啦，但是伫其他语言内底，就无一定是安尼啊，譬如讲华语内底呢，伊就无分啊，伊落音甲清音就无分啊，对无？米甲米，你若咱台语米，食米的米。中国人念一定会食米啦，较念一定食米的啦。伊米绝对发袂出来，伊会发对米啊，啊无就是伊啊，伊直接用清音咧念，或者是迄个母音全落去，像咱即摆有诚侪小学生呢，你啊注意看，不止小学生啦，台语若较无啥会晓的呢，台语迄个語的音呢放紧，伊会变啥？台语。恁注意看恁家己有即个现象无啦就算大人嘛是有可能你咧台语若较无啥定咧讲的人呢，台语迄个語的音会单消失变台语变语尔語单无去啊所以伫华语内底呢，伊落音无分伊的落音就无分所以这就是会当区别的形态，伊的概念是安尼安尼遮敢有啥问题？无啦好，安尼真好安尼咱休困一下休困10分钟，咱等下呢再搁继续
好，安尼咱搁继续哦。老师，嘿是，老师，顶一节敢是讲安怎判断是毋是因素，拢总有3个条件安尼吗？安怎判断？安怎判断因素，拢总有3个条件安尼吗？是毋是对立？是毋是送去？是毋是轻柔安尼？毋是呢，无啥。咱是毋是清热？迄是机理，安尼知？迄是机理，无一定是清热的差别啦。迄咱是机理，伫咱台语内底，伊是有清热的差别。要判断因素，就是用咱一开始的详细对立组，详细对立组用这个来做判断，咱后壁讲的迄是机理，讲伊无一定是清热对立的啊，伊嘛有可能是有送去无送去的对立，就是讲伊只要当形成详细对立组，安尼伊就是独立的因素啊，所以咱后壁迄拢是机理。所以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一个尔，就是爱符合详细对立组。好，好，符合详细对立组，伊就是互相独立的因素。所以咱后壁迄拢是机理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你若符合详细对立组，咱会甲伊讲，这个伊形成详细对立组是啥物会造成的？所以这个区别的形态是要共解说讲，伊是啥物会造成的啊？伊这个比如讲拍甲巴，这是因为有送去甲无送去嘛，所以伫台语内底，送去是一个会当区别的形态。所以你若是甲我讲台语内底，譬如讲越南话啦，越南话伊的送去是一个会当区别的形态。你若学过语，我就知影，巴拍一定是无共的，批比一定是我无共的，安尼啥意思啊？所以会当区别形态，迄是一个，就是讲你要判断伊是啥，伊是毋是一个区别形态送去是一个区别形态，安尼我就会当知影讲呢，我要用两个详细的即个因素的时阵呢，有送去甲无送去，伊会造成语义会无共。安尼知啦吼。好，安尼，这若无问题，咱就搁继续啊过来。老师，我是加入，我想要问一个，你头仔讲的详细的对立组啊，若想讲我记的这个例，我讲我甲你扒落，佮我甲你撕落，你这个扒甲撕是共一个意思，安尼就毋是详细对立组啊，对不对？敢会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扒甲撕伊其实嘛无啥共的。扒甲撕嘛无啥共啊，伊是两个无共的意思呢。扒撕。不是都是呼巴掌吗？因为甲你扒落甲你撕落，伊是两个独立的，伊是两个意思啊。当然你若用中文来讲，把你打下去都是打。过扒甲撕，伊是伫台语内底，伊是两个独立的意思啊。所以你嘛是会当讲扒甲剥甲撕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啊。伊嘛是无共的意思啊。安尼知吼，只要伊是两个无共的独立的意思，安尼咱就讲伊是无共的因素，伊是互相独立的因素啊。好。好，过来咱就要讲，若因素咱要哪来分类？要哪分类较好势？要哪来分类咱先讲无音的部分啦，无音要哪来分类呢？一般呢。你若看人咧画一个图啦，你个盒顶头画一个图，它像安尼图看起来足复杂。毋过其实若讲破就无啥物稀罕啦，甲解说者就无啥稀罕啦。较早呢，我大学的时阵呢，看迄画一寡中文系因伫遐读迄啥物声韵学好。弄甲足复杂的，一般呢，
确实啦，伫中文系内底呢，伊诶声韵学，也是讲伊叫做语言学拢是上难诶啦，真侪人互断掉，差不多拢是像迄个声韵学即种拢互断掉。其实画诶物件是其实无遐困难啦，可能是上课家己老师家己嘛无啥会晓讲袂清楚，所以学生才听无啦。所以较早我大学诶时阵嘛是看安尼一看敢若真足闲诶敢若袂输偌恶名偌啥。尾去美国读语言学了才发现其实这也无啥。认真讲，你若小可有物理知识诶人，就拢会晓。你若一寡物理知识诶人，其实来理解就会使。咱来看觅伊即个图是安怎呢？其实伊即个图呢，伊这是敢若咱人诶剖面图啦。咱人呢诶剖面图啦。你来为边安看过来呢？就譬如讲像我我这边安尼，敢若安尼即个剖面图啦。伊即个呢，譬如讲 E、A、R 写伫遮，这是啥物意思？伊是用抽象诶图来表示啥物呢？咱咧发 E 诶时阵，你来看你来注意看你诶喙齿振动诶位置。你感受一下，你通感受看你家己诶喙齿，你若有镜嘛会使看镜，你看你发 E、A、R， 你有发现啥物无？你有看到你诶喙齿是安怎？你甲看喙形就好，喙形愈开愈大，是毋是 ？E、A、R， 喙形是毋愈开愈大？喙形愈开愈大，即个时阵你诶喙齿、你诶舌头就愈来愈降愈低。因为你喙愈开愈大，你诶舌头愈降愈低愈低。所以一般即个就是你表示你诶舌头位置，你发即个音诶时阵，你诶喙齿诶位置相对来讲是较悬，还是中央，还是较低啦？大概是安尼啦。所以你发 E 诶时阵，喙开较细，表示你诶喙齿会较悬。你喙愈开愈大，你诶喙齿会愈降愈低。所以 E、A、R 喙会开较大。所以咱来讲，这是悬的啦，悬的母音。下骹这是低的母音啦，有悬低差别啦。你若中文咧讲的，中文是讲元音啦，元是一箍两箍迄个元啦，高元音甲低元音啦，悬的甲低的啦，也就是讲，伊啥物叫做悬，啥物叫做低，就是用你喙开较大，你的舌头相对的位置安尼啦。其实就是安尼尔啦，毋免讲较遐现啦，较早读大学嘛是听遐语言学的伫遐好，全敢若袂输出国专科，敢若袂输外学问的，其实无遐现啦，迄就是你喙齿，你发音是喙齿的位置安尼尔，悬母音也是讲高元音，就是你喙齿相对是较悬，就是喙开较细，安尼喙开较大，喙齿就较低，就是安尼尔，所以伊是悬的。高元音悬的母音啦，A 呢算是相对算较中央的啦，R 算较低的元音，啊种低母音，安尼有悬低的差别，当然伊悬低，有的人会讲悬的、中的、遐低高中低，中有的人嘛佫会分啦，分就看你的语言内底，伊有分外有，像越南话伊。中的就佫有分较悬的中甲较低的中，但是咱台语内底是悬的中的下安尼就好啊。高中低三类安尼就有够，悬的中的低，对咱台语来讲分安尼就有够所以呢，咱即个母音伊的分类第一类就是根据位置的分类，悬的、中的、低的啦。所以咱拄则看这 E、A、R，咱搁来看。U 甲 O 即两个嘛共款呢。你看 U 喙是毋开较细 ，O 喙开较大小可对无 ？R 上大，所以 U、O、R 嘛共款啊。所以你看，伊画伫顶头的这是 U， 这是悬的啦，悬母音。再来 O 是中母音 ，R 嘛共款低母音，安尼知所以咱。母音的分类第一类就是
悬低悬低的差别，悬中低安尼啦，悬低悬低的差别，哦，这应该 OK 啦吼。啊，过来，咱过来看吼，除了悬低悬低的差别之外呢，你也注意看，伊有即两个吼。当然，这你看袂到啦，这你着爱安怎呢？你要用一个稳中性的镜头，放迄个喙齿内底，看你的喙齿的变化为止啦，吼。你会当发现讲吼，你看有甲伊的时阵呢，你看你感受看你的喙齿的位置，伊有你的喙齿倒一个较头前，倒一个较后壁。一比较前面，乌比较后面。嘿，你也注意看，你发伊有，你也感受看你的喙齿的刷叮当位置啊，你的喙齿会较头前小块，你的喙齿会较后壁。啊，当然迄差无偌济啦，你爱去斟酌感受哈，就是讲你也用摄影机放伫你的喙内底遐看，你会发现你的舌头会刷叮当。伊会较头前小寡，会求较翕面，伊会发现伊会咧叮当，所以伊的叮当就是啥？就是头前甲后壁的差别啦。所以咱为啥画伫倒手边？因为咱讲过，语言学定义是倒手边是头前，正手边是后壁，这是定义尔，这是 definition 的定义。所以因为伊是较头前的，喙齿会较头前，所以就定义伊是头前的母音啦 ，front vowels 头前的母音啦。啊，有呢，你的喙齿会揪较后壁去，所以咱讲 back vowels，back vowel 就是后母音啦，那中文咧讲后元音啦，前元音、后元音啦，前母音、后母音啦，安尼头前后壁，你会分头前后壁，你像讲 A 甲 O 嘛共款呢 ，A 是头前的 ，O 是后壁的，安尼啥吼？所以咱第二个分类的标准就是，你看伊母音会头前还是后壁？头前的就是前母音，后壁的就是后母音，就安尼尔。所以母音的分类的第二个标准就是头前后壁。拄则第一个就是悬低悬低的差别。即摆加第二个头前后壁，头前后壁安尼。所以即个图伊画这是有意思的，伊就是根据头前后壁悬低来画伊的位置来分啦，安尼遮敢有啥问题 ？OK 啦，来请讲，老师，你头拄话是暂时讲，高元音，话是讲高母音，即两项是共款的。共款的啦，共款的。我来讲，迄是翻译无共尔中文系伊较会讲高元音、低元音啦，迄元音的一元、两元的元，声音的音啦，迄是中文系定安尼讲啦，我是拢惯势，着用即个英语，譬如讲 high vowels 甲 low vowels。high vowels 是悬母音嘛，low vowels 就低母音嘛，好，过来，咱看卖咧除了悬低头前后壁的区分之外呢，佫有一个差别，佫有一个差别是啥呢？即个咱遮敢有拼号的，咱即版无即版无，咱若自费版就拼号来的，也是讲海口腔的比如讲，即个食鱼，即个音，甲有啥无共？你看喙形讲也无，喙形是毋圆的？喙形是圆的对无？尼食鱼，你若看迄画片人讲鱼，伊喙是安尼呢，鱼边边啊。鱼，是讲越南人嘛有，越南嘛有即个音喙边边这，
这叫做扁喙的 u 啦。所以你看平面一个 u 哦，伊嘛有分哦。一般咱台语伫发拢是 u， u 也无 u， 你啊 u 这是扁喙的，这两个呢，这嘛有分，圆喙的咱叫做 rounded， 喙形圆 rounded vowel， 圆喙的无音啦。安尼也是扁喙的呢叫 unrounded， 无圆的，unrounded vowel， 就是扁喙的无音啦。所以呢，像伫遮呢，伫 IPA 内底伊有一个符号敢若即个 W 但是伊的甲 W 佫无啥共伊即个符号会较骨溜无像 W 讲尖尖伊这是圆了才佫吐一顺这是 U 伫 IPA 内底 U 的即个符号 U 笑眯眯 U 你若学日语内底迄个 U 就是即个 U 啦，一般你若对日语无熟，拢会讲 U， 其实日语毋是 R E U A O， 是 R E U A O U 即个音咱海口腔嘛是 U 学越南话嘛是 U 但是咱台语呢，因为呢以往拢是用台南做标准，百外当前就是用台南做标准白话字嘛是用台南做标准。台南的腔口无即个音啦，所以你看咱白话字内底就无即个设计这敢若存在伫一寡海口腔啦，是讲偏伊遐画一寡即个音，因为相对即个音的人较少啦，所以伊伫书写伊就无甲当做一个独立的音素出来处理安尼颠倒你像咱台南呢甲 O 就无共这咱南部有分，但是你若中北部的人O 甲就分袂出来。你若像讲北部人蚵仔煎，拢讲蚵仔煎，咱家己应该嘛是蚵啦家己敢嘛是蚵仔，应该嘛是蚵仔嘛家己以人咱南部头拢甲 O 是两个独立的音素但对北部人来讲，伊就分袂出来。所以蚵仔呢，拢会定蚵仔去，拢变芋头塔罗拢变塔罗的煎所以有当时北部人来甲咱台南夜市讲，头家要蚵仔煎，头家来讲，阮遮无蚵仔煎，阮讲蚵仔煎尔，无蚵仔煎，迄就是因为北部伊蚵甲蚵分袂出来，这就咱咧讲的独立的音素的概念就是遮对北部人来讲呢，蚵蚵伊分袂出来为什么咱分袂出来呢？嘛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咱再来看者我拄仔迄个 unrounded 个补充完所以呢，伫咱伫 IPA 内底呢即个符号，这是 unrounded 扁喙的 U 啦，咱台语我号做扁喙的扁喙的 U 啦安尼若是中文中文迄莫插伊啦伊个啥物展唇、圆唇迄种迄莫插伊因迄种号名拢号甲都号互你看无的所以莫插伊我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咱号名爱号互人听有，互简单好了解，安尼较是学问啦。毋是迄落甲你讲甲出甲全部家己嘛无了解，安尼叫做学问，迄毋是学问啦。你看人西方嘛是共款的，阮去美国读册时阵，嘛是老师嘛一直交代，你愈复杂的物件，你爱有法度用简单的话语甲解说清楚，迄较是够啦。毋是迄解说落一大堆，家己嘛无啥了解，别人听了嘛听无，讲迄叫做学问迄毋是学问啦。中文系上到安尼啦，当然咱在座话可能中文的老师我毋是咧批评恁，我是咧批评恁的老师毋是咧批评恁所以咱基本观念爱改变困难的物件用简单的话语就甲解说出，安尼较是够啦，毋好讲甲出甲全部人佫听无所以呢，像这咱就讲扁喙甲圆喙的，安尼就知迄个喙形无共尔啦毋免伫遐顶甲讲了袂输外学问迄基本是这个基本的物理就拢捌基本的物理，这都拢会晓所以这个 U 这是 unrounded， 就是扁喙的这伫咱台语内底是少数的方言腔有但是伫大多数内底拢无啦所以咱伫书写内底伊无特别无特别用这个音，原因是安尼
这是补充互各位知影者吼。啊，个咱拄来讲到迄个A甲 O 的问题吼，咱来看吼，咱台语咱南部蚵仔煎迄个蚵啦吼，迄个蚵伫 IPA 符号大概生做安尼啦，吼 IPA 内底是安尼，一个安尼，敢若卵咧，敢若即卵迄个卵吼，但迄个一撇无透过安尼吼，大概安尼一个符号吼，这是蚵的音吼。即个音画伫遮，大概是中央遮啦，差不多是中央遮吼。即个咱人发音较特别吼。咱咧发音的时阵呢，其实咱每一个发音无一定拢一模一样呢。比如我念一个去念一个每一个念的音无一定100%共款呢，其实拢有小可情差。你像讲 A 嘛共款呢 ，A。我喙开的时候，袂讲大概拢100%一模一样啊。对，有时较开小块，有时较合小块，拢是 A 嘛吼。对咱台语来讲，拢是 A 啦。这你若用电脑机器咧甲量呢，用电脑的机器咧甲量的时阵呢，譬如讲咱发 A 啦吼，即个音的时阵呢，你通测伊的即个基础的频率fundamental frequency 呢，伊个是迄个语音学内底伫测量的吼。咱发 R、发 A、发 E 的时阵呢，伊迄个频率发出来拢有无共。伊个频率内底有几啊种，有一种是算是 F0 啦，fundamental frequency 基本的频率，用迄个当判断伊发出来是较接近 R， 还是较接近 A。还是较接近 E 啊，这是语音学顶头，反正迄度有一个软体会当去测量遐物件啊。譬如讲咱若发的时阵，譬如讲咱发一个 A， 咱发足侪解啦，发10解啦，发一解了，咱就用电脑机器咧甲量，测出来你就会当发现讲，咱每一个发的音呢，你会当画一点一点出来比如 A 呢，伊发出来就拢是遮，把迄个即个音啦所以你会当画一个范围 ，A 这个音呢，伊差不多发出来位置差不多伫遮啦，A 差不多伫遮当然你若发 E 你发这嘛 E 这发出来这就拢这个范围就差不多是 E 的音啦那同款呢，你发 O， 你用电脑机器咧量，伊嘛当发每一解发你也画一点，你若发20解。伊有一个 range 这呢，这个 range 就差不多拢是 O 安尼，伊差不多分布伫迄个所在啦。你发 A 的时阵嘛共款呢，你发 A 比如讲你即个 A 较明显的时阵，就较落伫遮发，你 A 有当时你甲 O 足共的啊你若较偏正边来，较偏怪时阵，伊的音就愈来愈成 O 啊。譬如讲，你若发现发一只发一只咱若画这圆箍安尼甲画起来你若看，你发 A 的时阵呢，伊的 range 会足大的有可能拄到这部分这段只有一个交集。伊若拄发伫这个交集，就是我即摆画这红针内底的时阵，请问伊是要算 A 还是算 O？ 安尼啥意思啊？就是咱人伫发音的时阵，有当时呢拄好，你要当做是 O 嘛会使，你当做是 A 嘛会使，还是要算啥？还就是啥？伊会造成音素的变体，某种程度甲这嘛有关系啦。伊若拄好发伫遮的时阵呢，你就足歹分的啦。你譬如讲，你若像北部人啦，北部人伊 O 呢，伊范围range会较大。咱南部呢 ，A 甲 O 是两个，所以你看画出来是两个圆箍对无？两个分布的范围啊。但是你若北部人呢，伊 O 会足大的，所以北部人咱即摆来画，譬如讲北部人伊发的 O 可能是安尼呢。这外围即个上大圆箍伊发的都落伫遐，所以伊有当时落伫
较接近 O 的这边，就较正边遮。有当时啊发伫较倒手边，较接近 A 的所在啊。因为对伊来讲呢，伊无区分啊，无区分的意思是讲伊的range足大的啊。安意思无？就亲像讲，咱台语内底 A 吼，咱台语的 A 呢，range 嘛足大的啊。吼，你发较顶头嘛是 A， 发较下骹嘛是 A。毋过伫越南话内底呢，咱正常个越南话伊有分哦吼，较顶头的这地无爱，这是 A。啊，较下骹呢，伊是读做安尼，啊，即个呢，啊，伊发 A 是伊的 range 较，譬如讲是头像安尼啊，这是越南话 range， 啊，即个 A 越南话 range 是安尼，啊，咱台语拄好迄个 A 拄好横跨越南话迄两个啊，所以对咱来讲的时阵呢。咱嘛分袂出来，越南话 A 伊嘛两种，喙齿较大甲喙齿较细，伊有分两种，伊分甲足清楚。但是咱无分，因为咱的 range 相对来讲足大诶，所以越南人咧听咱讲 A 诶时阵呢，咱 A 有当时喙若开较细咧，足成伊顶头即个；啊有当时喙开较大咧，足成下骹即个。啊，同款诶道理啊。咱咧听北部人讲 O， 哦，甲即个 A 呢分袂出来，嘛是同款即个道理啊。哦，所以这咱用迄个 range 这个概念咧，啊，这爱了解一下吼，就是讲为虾米会有这个现象，哦，安尼这部分才敢有了解，哦，这嘛是咧讲迄个因素变体会造成原因之一吼。老师，嘿，啊，伫英文的时阵呢，迄个 A， 它好像是解释成半母音或是弱母音，是因为它跟 O 很近吗？嘿，伫英文内底因会叫做 swar 啦，哦，就其中央一个啦，哦，啊，即个就是咱讲诶，因为伊算是中央嘛，啊，中央到底是要偌？就咱每一届出发，咱嘛无一定遐准呢，吼，有当时啊，你会拄好伫中央遮，有当时啊，你可能较偏中乌遮去啊，哦，伊嘛是一个range啊，哦，基本上咱伫发遮音是拢是一个范围尔啦，哦，因为咱人诶发音袂100%拢共款啦，伊拢是一个范围尔。就譬如讲啦吼，咱讲红色，要安怎较算红色？哦，像咱在座，我看有看到恁啊，比如讲晓柔甲惊丁，恁两个嘛拢穿红色，毋过恁的红色嘛无啥共咧，迄色调嘛无啥共咧，对无？啊，毋过恁嘛拢算红色啊。安尼咱讲恁两个人穿红色，其实红色内底敢若变体啊，红色变体啊，因为恁两个色嘛无完全共，但是统称咱拢会统称做恁穿的是红衫啊，共款的概念嘛。啊，所以咱即个语言内底嘛是安尼即个现象。啊，安尼即部分才敢有问题。啊，好，啊，过来，即个呢，啊，我先甲这甲付掉吼，搁点落。啊，过来，咱来讲即个。咱拄则讲吼，母音伊会当分悬低、前后、扁喙甲圆喙即三大类嘛吼。啊，像安尼呢，请问啊呢吼，伊算低母音 ，OK，low vowels 哦。啊，但是啊要算是前的前母音还是后母音？这就足歹讲诶。哦，你若伫 IPA 顶头，伊啊是佫有分啦，伊真正有分前母音甲后母音的啊，吼，伫 IPA 内底佫有吼，我看觅我只有即个图吼，好，遮吼，咱即摆看觅吼，即个。
哦，你也看即个 IPA 表啦，吼，你也看咱 PPT 顶头吼，咱互各位吼，这是2018年的 IPA 表，吼，伊完整的表格是这样吼。你看伊无音的度是这样，啊，这是无音的吼。伊呢，伊这嘛有分哦，吼，伊的啊嘛有分两个，这有两个，啊，倒手边即个是头前的 front vowel， 伊个算是 front vowel， 啊 ，front R， 后壁即个算是后壁 back R， 吼，算后壁后母音的 R， 吼。但对咱台语来讲呢，即两个拢共的，因为咱发音吼会 cover 包含即两个位置，对咱来讲拢共款啦。但是伫英语内底伊有分哦，吼 ，R、O， 伊 R 是无共的，但是咱英语毋是母语的人，咱咧听拢 R， 哦，所以我记我细汉咧学英语嘛是，啊老师讲啊，即两个 R 是无共的，啊毋过对咱来讲啊，就分袂出来啊，迄都毋是咱的母语啊。所以前母音的 R 甲后母音的 R 其实分袂出来，啊其实拢是 R， 对咱台语来讲拢是 R 啦，吼。啊若像安尼，咱台语敢是 R 呢？啊，请问台语的 R 内底要算是前母音还是后母音？要算是前母音还是后母音？哦，像这呢，咱就是爱做音韵的分析了呢，才去甲判断啊。这较后壁咱就会讲到即个音韵的分析的时阵呢，哦，会阁讲啦吼。咱即摆先互各位，哦，互你了解到即个问题吼。你先思考看觅，伫咱台语内底啊呢，你要甲当做是前母音，还是要当做后母音，拢有可能。哦，毋过呢，一般来讲啦吼，咱对台语来做音韵的分析了，咱会甲即个啊当做是后母音的啊啦。哦，当做后母音的 R， 毋过其实咱发 R 的时阵呢，甲英语的后母音的 R 无完全共啊。哦，咱迄 R 的 range 足大诶，你发较头前的 R 还是 O， 对咱台语来讲拢无差，拢是 R。但是英语内底就无共啊，吼，伊头前的 R 甲后壁 R 是无共诶，吼。啊，当然咱台语人咱是分袂出来，吼。啊，一般呢，咱若是就音韵的分析来甲看呢 ，R 是会判断做后母音会较好势啊！咱先互各位知，啊，即咱后壁若讲到英文学的时，咱佫会解说为虾米来安尼吼。啊，过来咱佫来补充一个，比如讲吼，恁即摆咧学白话字、学罗马字吼，安尼有发现无？咱台语的我，咱是白话字内底拼做安尼对无？啊，啊若到后部呢？到后部是拼安尼。对无？安尼感觉上面人较有道理？为虾米？顶头迄个较有道理，还是下骹即个较有道理？啊，若就语言学角度来看，恁感觉倒一个较有道理？啊，为虾米？来，有人要讲看觅。那为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拼做 GOA 较有道理，还是 GUA 较有道理？啊，伊这两个是无共的观点嘛？啊 ，GOA 伊的观点是啥？啊 ，GUA 的观点是啥？来，有人要讲看觅无？有无？有人发现？GOA 是文字，GUA 是注音符号吗？是这样分吗？那就语言学角度讲较重点，毋是伫遮，差伫倒位呢？为啥教部要用 GUA？ 啊，为什么传统的白话字你看用 GOA？ 其实你若就语言学的角度来甲看吼 ，GOA 较对啦，较合台语的发音的关系啊，较符合咱台语啊。啊，到后部因为伊是用华语、用中国话做标准啦。啊，譬如讲，恁即个较早咱学波泡沫吼，即个，比如哇哇大叫，哇
哇，对无？哇哇大叫啊，迄是中国话发音的特色啊。但是咱台语内底咧，咱其实是 o 啊哇音会较明显。咱来看为什么咱安尼讲呢？你看 o 伫遮对无？u 是伫遮呢，伊若甲 a 结合的时阵o 啊结合做伙，咱台语咧讲我，其实喙是较开的，我，咱喙较开的，所以咱是 o 啊我，较下咱台语的开口。安尼若是用顶头即个呢，有甲后甲即啊要结合做点样？哇，变成即个向搁走来，甲啊结合做伙，安尼是较无顺的啦。也就是讲呢，你喙会较细，甲我，即个呢，基本上因会受到啊的影响，因为啊是鸡母音，用 o 遮来发啊的时阵，对咱台语来讲是较下咱台语发音的关系啊。这伫越南话内底嘛是共款。你啊看越南话伊嘛有拼做 o i， 伊嘛有，而且越南话伊有两种，越南话呢，伊有拼两种的伊一般来讲，伊嘛是拼做 o a 啊，越南话嘛是拼做 o a 较迄个，所以咱台语呢，认真讲呢，伊是 o 啊哇，较下咱台语发音啦，毋是啊哇。因为你要发的时阵，喙形是较细圆形的，我，譬如讲你中文来讲，我安尼就好啊，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安尼就好啊。你毋免讲我是，你袂讲我是上面会迄个变台湾国语啊，为啥因会讲咱这台湾国语因为咱发音特色无共啊。咱一定喙开较大，你袂讲你敢若甘烂诶，你袂讲喙开较细啊，因为咱台语诶就是喙爱开足大啊，喙开较大就是迄个 o 诶音会较明显啦，因为 o 是喙开相对开较大啊喙开较细啊，对无？咱拄则讲啊，愈顶头诶喙就是愈开较细啊，愈下骹就是喙开较大。所以伫咱台语来讲呢，若要照咱台语的主体性来讲是 GOA 较符合咱台语的啦。用 GUA 迄是受华语的影响，中文的影响啊，北京话影响啦。因为无法度啊，教育部遐官员就是受华语影响的啊，因拢敢若听遐个中文系意见尔，无要听语言学家的意见啦。所以确实真正当初是因定遮人。足侪拢是中文系的人，意见因较要听。阮这语言学的因就毋听，因为伊有识就是要配合中文啦。按照中文，因为中文伊拼拢是拼 UA 啦，安尼意思中文拢是拼 UA 嘛，所以伊就感觉你台语拼 OA 是毋对的啊。伊无去注意着讲，我台语的发音本来甲你中文的发音就无共啊，为啥我要照你中文的拼法？安意思无？但是因听袂落啊，所以遐官员因就袂扑假扑，因就感觉讲，因理解会较对，伊就将错就错啊，伊就用华语做标准啊，所以因就用 GUA 用安尼拼法啦，认真讲，就台语的主体性来讲，GOA 较合理啦，伊发音咱嘛是安尼，较符合台语的发音嘛，这外国的咧，你像越南话，因嘛是安尼拼啊，因嘛是。OA 啊，伊嘛是拼即种诶拼法啦，安尼即个咱拄好伫遮先做一个补充啦，安尼遮敢有啥问题 ？OK 啦，咱拄则讲诶呢，像讲伫越南话内底，因就分了较幼，所以因呢
你也看，因的 A 呢，就分两种的 A 出来啊，所以 A 的发音呢，位置差不多是安尼啦。你若像咱拄才讲，一点，你来测试的时阵就差不多像安尼，伊有两个 range， 一个是 A 喙开较细，一个是 A 喙开较大，大概是安尼的差别O 嘛同款O 呢伫 IPA 内底注意喙开较细，即个伊就是用一粒的 O。即个读做 O， 若是一个，敢若咱伫量目睭量迄个视力敢若一个倒边的 C， 迄个伊只要开一个喙的迄个呢，即个是喙爱开较大的 O， 因为喙开较大，所以囥较下骹，安知所以这是伫 IPA 顶头，咱 IPA 顶头有分，有即两个，一粒圆箍仔。喙开较细 O， 当一空的就是 O， 喙开较大的 O， 这是 IPA 顶头有即两个区分啦当然你有当时你看到讲咱咧 transcribe 转写甲台语转写做文字符，用 IPA 来转写的时阵呢，你看有的人会用即个啦，嘛有人用即个拢 OK 啦，因为对咱台语来讲其实无分啦，你要用顶头即个嘛会使，用顶头即个好处就是讲。你毋免个特殊的符号毋免特殊的软体，你伫拍伫 Word 内底就拢会拍一，你就用 O 来代表就好你若要画即个敢若 C 倒变过即个呢，迄你得要 IPA 符号当然即摆因为咱的 Word 电脑拢有 Unicode 加出方便的，你得为迄个字形内底遐IPA 插入符号，伊遐足侪符号，伊内底嘛 IPA 符号但迄是即几档较有。你若较早，阮拄20几年前，还伫美国去读册，迄当时还无 IPA 符号的，所以迄当时 IPA 符号拢爱另外迄个字形，你爱去安装迄个字形，才会当显示所以以前的时阵，你讲要 transcribe 台语的 O 的，你甲用即个用即个倒变过即个 C 就做废去的因为你爱去安装遐符号即个符号你有当时你家己电脑拍好了，加伊互对方若无安装迄个，伊就去变乱码去会做废去所以像我拢是用即粒 O 就好拢用即种的方式来表示迄个台语的 O，用安尼就会使安尼即部分才敢有啥问题这是先针对母音安怎分类呢？咱来先做介绍这 OK 啦好，那 OK 呢？因为到这多一个段落，咱后壁就会针对这个主音的部分再做介绍啦好，咱今仔日呢，先讲到这这多一个段落来，老师，请问你今天的那个课可以放在 Classroom 让我们复习吗？咱影片咱现在无要开放出去呢。所以你若有需要，就变爱来办公室看因为咱这影片咱无要传出去基本上 PPT 内底拢有啦你小累那个研究起来，谢谢老师好 OK 安尼若无问题，咱今仔就先上到这明仔载再去继续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谢谢老师。